青山地区的野生动物最近是定定出现伫台东市区，昨有民众是去翕到一只山姜仔，互龙洞狗加死。即马保育团体就来呼吁讲，爱加强管理。昨日台东市建龙里民众的监视器录到一只山姜仔，互狗仔落嚟咬，发出哀叫声音。13日民众就发现这只山姜仔死亡。最近，台东市高连续发现青山地区的野生动物出现病例。台东林保分署甲台北河川局伫台东市美兰溪出海口营造的国土瞭望座林地，也监测到麝香鸟、野山羊甲野猪等罕见的野生动物。不过，保育人士烦恼，因出现伫白地虽然代表环境经营变好，不过也会互流浪的猫仔狗仔攻击，呼吁唔通去饲流浪的猫仔狗仔。它动物的天性，它可能就会去追逐这一些野生动物。那其实要做的是要呼吁，爱爸爱妈们不要随意的喂养。因为动保法中禁止曝晒经过通知也是公告超过12日，无人认领、认养也是适当处置的流浪动物。台东县对流浪的猫仔狗仔收容只限有攻击性的猫仔狗仔，保证县府对流浪的猫仔狗仔管理，用了作业了后放回原地，禁止饲，只限定特定区域其他地点才会当看到。至少喂食地点除了要干净喂食以外，它也不要去影响到周边的住户这样。县府强调，也是无鼓励民众饲流浪的猫仔狗仔，不过若造成垃圾，也是会以废弃物清理法处理。不过提醒民众，伫特定风景区来饲，上悬会当罚5000至1万的罚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